嚟到倫敦，梗係要試啲英國嘅特色食物啦。英國嘅餐廳大部分嘅菜式都係10至20英鎊一碟，每人每餐平均都要100至200嘅港幣，大約就係喺香港約人食飯嘅價位啦。另一個重點係英國街邊嘅廁所通常都要俾錢，一部分嘅餐廳會有免費嘅廁所，幫襯之後就可以去，係行到又攰又餓之後就有得休息嘅好地方。不過就可能要食多幾餐啦。第一個要試嘅梗係英式早餐啦。英式早餐最特別嘅係黑布甸，通常會加入豬血去整。呢一間嘅食落完全冇血腥味，反而似食緊冇皮嘅德國腸，幾好食。但正唔正宗就唔識分啦。晚餐嘅話 ，Steak and Ale 批係英國經典嘅肉餡批。留意佢係一個批，並唔係指緊 Steak and 批兩樣嘢。唔少英式酒吧嘅晚餐餐牌都會有，個餐就係有批同埋薯蓉。薯蓉入口好順滑，配埋個肉汁，鹹到啱啱好，超好食。批入面有好大塊嘅牛肉，配埋各種嘅香料，香濃而不膩。個批皮都鬆脆，切落嘅時候唔會散。至於 Fish and Chip 就梗係有食啦，但千祈唔好去 London Eye 附近嗰一間，真係超級呃遊客啦。就喺 Country Hall 入面，有好多嘅遊客，但係佢係似美式嘅快餐店多過英式嘅餐廳，冇得揀魚種。啲魚食落有少少腥，一切就好易散，仲要有骨。薯條又乾又腍，有啲太硬又冇味，真係只能靠茄汁勉強食晒，千祈唔好去啊！相對正宗嘅英式炸魚薯條就梗係有得揀魚種㗎啦。我哋呢個 set 就配埋酸青瓜，麵包配埋啲鹹牛油，仲有凍蝦。少少可惜嘅係麵包只係凍上，酸青瓜就可以燒仔。炸魚同薯條係新鮮炸起。炸魚嘅炸皮非常薄，食落好脆，切落冇咁易散。魚嘅質地厚實，同之前嗰間完全冇得比啊！薯條好厚身，仲要份量超多，真係唔能夠餐 fish and chips 啊！除咗英式嘢，有朋友推薦話倫敦嘅印度菜都特別好食，咁就梗係要試下啦。我哋叫咗2個咖喱，再各自根據店員嘅推薦叫咗相配嘅印度薄餅 ，Butter Chicken 配 Butter Naan。淡同唔辣嘅咖喱雞，食落甜甜地，入面有番茄醬嘅味，雞肉都爽口。Butter Naan係新鮮整起上台，厚身過香港食嘅，食落脆同煙韌啲，配 Butter Chicken 確實幾好。Rajasthani Namas 配 Keema Naan， 已經特登同店員講要少辣，但呢一種咖喱本身應該係偏辣，初食真係少少辣，但隻辣味會長留喺個口度，越食就會越辣，啲肉食落就會有少少似五香肉丁。而 Keema Naan 就係夾咗牛肉嘅薄餅，都係新鮮熱辣整出嚟，配重口味偏辣嘅咖喱食就會食到少少嘅羊肉味。仲有個 Soda Nasi 鹹嘅沙冰，試一次就夠。注意要留意餐廳嘅開門時間，好似呢間印度嘅嘢就係開到3點嘅啫，之後就只能夠等晚市，有啲直情只係開晚市，小心食咗閉門羹喎。除咗正餐，喺英國仲可以揾到啲小食。好似呢個康沃爾肉餡餅 Cornish Pasty， 外面係多層嘅酥皮，入面有超多薯仔蓉，仲有肉餡，非常飽肚。不過食落酥皮比較厚，薯仔多過肉，同食其他嘅批感覺差唔多。當然仲有個唔能夠唔提嘅英式下午茶啦 ，as known as 港女3層塔。既然嚟自英國，嚟到倫敦唔係唔試啊嘛。有錢嘅可以試下倫敦歷史悠久嘅百貨公司 Harrods The George 嘅下午茶，成為70至80磅一位，街邊都有其他選擇，環境都好靚，而且價錢平啲，但都要30至50英鎊。佢其中一款鹹包係咖喱包，仲有馬卡龍，唔知正唔正宗，咁就唔多講，等大家評論下啦。